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5月24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立法院三读通过同婚专法，今日就是新法执行的头一天。根据市府民政局统计，咱台南同性预约登记结婚的有42对，市长黄伟哲嘛相当的关心，交代户政人员一定要营造温馨的气氛来表达祝福。不过烦恼的背后，台南县教会牧师也相当烦恼，质疑这款的亚洲第一敢真正应用。依照事先预约登记时间，24号上午，孟涵甲支持来到安平户政事所，两人抱着欢喜的心情。因讲同性会当结婚登记这刻已经等了8天，双方家庭并无主动颠倒接纳，嘛互因感觉幸福感恩。特别是两当前为了混血后生，嘛互因更加勇敢面对，并且追求法律的保障。会中户政人员除了亲切为因办理，嘛温馨送上海报、安平检赛当作小礼物，以及上界要紧的结婚书约，现场祝福满满。爱就在一起，相约在安平。在一起这么多年，8年了，对啊，就等8年，也不是说鼓励啦，就是希望说不要害怕，对，然后就勇敢来做这件事，因为都合法啦，不管跟谁在一起都合法啦，就是勇敢做自己啊。对，就是谢谢。我们没有不一样。你要讲话吗？虽然同性婚姻立专法和同志纷抢头香欢喜结婚登记，伫台南第一天参像孟涵甲支持都42对登记，不过教会团体却强烈表达政府无遵守去年公投的结果。原来是民法婚姻应该含一男一女有超过765万票的民意，质疑这款的亚洲第一敢真正应用。一个体制的尊严在乎你，如果真的了解700多万人的一个投票，他们的心声是什么，还有我们所做的决定是不是违背了这样的一个民意，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态度上要来做一个站稳的地方。第二个就是我们真的亚洲第一这种决策，这种好像做了这样决定，真的是光荣的吗？第三个就是我们真的爱这些百姓，要站在什么基准点？不是讨大家的喜欢，而是我们真的爱同性恋他们的需要，我们非常关心这些同性恋他们的需要，但是不希望他们走入性泛滥的一个态度。另外，面对同婚设立专法、护工山、南台北院等等的护教团体，也无愿意表达任何意见，因认为无好无歹就是尊重。但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民进党内总统初选最近伊敢是要搭伫手机民调，和蔡文甲赖清德双方的支持者争论不断。24号，一群来自屏东乡亲特别来到台南，强烈表达支持赖清德。因表示，蔡总统选前讲伊是屏东人，选后却看无人，所以这摆因决定要支持赖清德。来自屏东盐埔的乡亲，特别包下一台游览车，24号一透早6点半就对盐埔出发，来到台南替赖清德赞声。其中有不少支持者，搁提着屏东县长潘孟安的帽啊，表示一路以来拢是支持民进党。虽然总统蔡英文嘛是屏东人，但这次因决定要支持赖清德出来选总统。就是要互小英知影讲，你已经这3年过4天，对不对？你拢无甲阮做啥？若要选就讲阮屏东人，选了就唔知影人，这是何道理？看袂过，所以讲因的规则中央，咱个党中央吼，因就爱管这规则已经定出来，忙着站了一个更改再更改啦。哦，不要什么市话民调，这个不要再那个市话民调哦，是下任总统的事情啦。真侪支持者甲我反映讲赖清德去用打压，做唔甘。但是我想选民眼睛是雪亮，选民会做最后的裁判，给赖清德一个公道。小西门里长曾俊仁表示，
赖清德秉持要拍一场典范级初选，要去攻击批评。大家爱做良性竞争。对着韩国瑜形容赖清德即马参像是受到满清十大酷刑的讲法，曾俊仁讲，以民进党的立场来看，因并无安尼认为。赖清德是经过大风大浪，步伐力真强，相信一定会当克服困难。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客家伫顶个月发生野狗辱车，造成一名国小学生下落车昏迷危险。律师议会24号由议长郭信良带队前往受伤的学生厝内关心，并且递赠慰问金，希望伊会当顺利度过难关。台南市长郭信良24号甲陈坤和、蔡秋兰等议员前往客家昏迷女童的厝内底，递赠慰问金5万块，希望女童会当早日醒起来。嘛，希望这种遗憾的代志莫搁再发生啊！我也体谅动保人士爱护狗的心切，但是毕竟人的生命是无法用一些金钱或者怎么样来形容的。毕竟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希望在爱护动物之前，要先保障人的安全。另外，议员蔡秋兰甲陈坤和嘛表示，针对这个不幸的事件，市府应该要修法，并增加流浪狗收容的预算，展现积极作为。要关心一下哈，要修法，把这个狗的问题要来用一个上好的办法，就是讲，咱动保处该掠去验了，是不是爱该安置，不要再放回来原处。迄拢是真危险的代志啦吼。对于整个的流浪动物的一个经费能够多一点便利让政府在作为上面有一些更积极的表现。对着流浪狗的问题，后不少民众拢感觉到真恐慌。议长郭信良嘛表示，家己嘛曾经被流浪狗追过，知影伫迄种状况下，真容易发生意外。徛伫咧守护市民生命安全的立场，郭议长希望要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同时嘛要照顾到流浪狗的生存权，找出上平衡的办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协助解决台南的饮水问题，即摆伫前瞻计划当中，将对三庙溪排水系统进行全面性的规划，预计分3期投入31亿的经费。对此，市府嘛表示，完工以后会当将大台南的饮水面积至少减少20公顷，来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三庙溪流域这四周边，确实若拄到了大雨，真容易会成为淹水的地带。这嘛是大台南要治水必须要解决的难题之一。伫咧前瞻计划的经费帮助之下，水利署第6河川局甲台南市政府中央地方联手合作。对着三峡溪进行全面的整治，希望未来会当大大降低水灾威胁。三峡溪这长年以来都遭受到这个我们洪害的这个威胁相当多。那所以水利署这边也特别依照我们三峡溪的这个特性跟它的这个轻重缓急的这个需要段我们特别报了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那因为这个工程的经费相当多所以在这个前面这个阶段呢，我们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里面呢，大概就分了3期，这3期的经费总共是31.55亿那我们今天这个做的工程是第1期的工程那它主要第1期工程它有分为8个工区那今天我们开工的这2个工区是首先开工的。那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先开工呢？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从三峡溪的特性来看，我们知道这附近都是人口密集跟这个工业区发展相当蓬勃的地方。那如果这边遭受了灾害，那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会更加剧烈，所以我们特别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先行动工。治水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但是有一点就是没有办法。这个我们只能说尽量做到，人为工程只能做尽量做到，因为大自然的力量是无限的。就算我们拿到台北市或者新北那样子的防洪标准，那样子的经费投入，这次下雨新北也淹所以说我们只能说我们会尽力来做到最好。
大家带着钢辉往前冲。由市长黄伟铁甲第六河川局的总工程师陈兆成的带领之下，这些贵宾做伙向上天祈求开工顺利平安。这个工程规划以着饮食安全、生态作为首先的考量。第一期的工程也伫咧今仔日的动土仪式过后正式开工。咱新闻网站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市立图书馆为了推广非读 book 台南爱读册节目，借出来鼓励台南的学生阅读，特别举办静下册旁经济活动，会中由副市长柯玉典亲自主持，现场并且安排表演导览加送册，场面相当热烈。这里曾经发现过一些头盖骨的化石哦，经过考证，可能是台湾最早的人类。因为是在左镇发现的，所以呢就叫做左镇人。左镇人。从台南左镇化石园区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许多奇妙的故事。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航向书海吧 ！Let's go！ 耶！在副市长徐玉典的导读之下，也为今仔日的活动揭开序幕。由市立图书馆所推动的节目“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电视读书会，为了推动大台南的阅读风气，这几年拢会举办静下册旁整治的活动，予一年的学生选一本家己喜爱的册，希望鼓励学生多多来阅读。这届特别选伫全新的指定发展园区举办，并邀请周边19间学校400名的学生现场热烈温馨。我想呢，这件事情呢，我们都觉得很棒。那么未来呢，希望呢，透过这样的一个，不管是电视的这样的一个，让各位去分享各种的书籍，让各位去学习。各位小朋友，所以你们回家要好好看哦。然后呢，我们也透过呢这样的一个捐赠活动呢，到各个学校去，让学校呢能够种下这个书香的种子。在舞台顶的表演结束后，嘛开始竞册，现场的小朋友拢非常认真选家己喜爱的册，不管是红仔册还是绘本，拢有人拣。也有真侪学生竟然连伊就坐落来看，会使感受到学生对阅读的喜爱。因为我喜欢这本书的其他书，所以我就选了这本书。因为它可以教我怎么连线，还可以教我怎么选颜色的。现场也有安排学生到化石园区当中参观，透过导览的解说，让学生会使充分将册中的知识甲生活经验做结合。咱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2019年记者博览会23号开始，伫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举办。今年透过3官学的合作，有34间学校以及11间厂商参加。24号下晡，市长黄伟哲嘛亲自出席，来表扬技艺比赛得奖的优秀人员。为了让学生甲家长会使更加熟悉技职教育，市府拢会举办技职博览会。透过亲像园游会的模式，邀请学校甲业者参与，让学生会使轻松地熟悉有兴趣的科系。今年的博览会也伫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举办，24号下午也举办技艺竞赛得奖甲优秀人员的表扬典礼。市长黄伟哲除了亲自出席以外，也一一颁奖，鼓励这些学生会使努力向家己的目标向前。因为各位的努力，让技职教育发光发热；因为各位的努力，也让全国民众能够看得到大家技职这个
技艺精湛的一面。那我想说，发展技职教育不仅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方向，但是也是最重要的是人生这个开创一个坦途的目标。我相信推展技职教育这些年来已经卓然有成，但是也看到很多我们许许多多的选手能够在每一个领域发光发热，而且让台湾让被世界看到。各位都是台湾之光，也是台南之光。教育局表示，咱市也有设立3间的职业试探甲体验中心，同时也有伫国中开设无同的咨询课程甲营队，就是希望学生会使找到家己的兴趣，选择适合家己的人生道路。台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2019年核心产品以及中小企业智慧转型的创新论坛，24号上午伫嘉南夜里大厦正式登场。会中核心产品的发表是透过比赛方式，让学生互相的观摩，学习无同领域的新知识，下面做来看学生的创意产品。核心产品的发表，参与展出的总共有42件作品，这嘛是嘉南夜里大学第13届举办安尼展出。每一档来参与的作品，无论是伫咧品质或者是数量顶头，每一档拢有进步，嘛增加了济产业甲学术界合作的机会。学校这边的师生在这1年多以来，怎么样从这些的领域里面去发展出非常有核心特色的亮点产品出来？比如说，从我们本身的食药妆这样的一个装瓶、药品、食品这个区块领域里面，或者是从我们本身的银发商品，到进一步可能我们的这些文化创意的相关的产品。或者是我们本身整个的资讯科技，到相对到我们的环境这个永续的这个部分的议题的关怀领域里面，然后去做有42项核心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发表展示。那相对也1年1度，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师生能够去有发明创新的这个作品出来。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本校以外，也有其他有校一起加入，总共有94件的作品。希望从那个94件的作品里面，透过10几位的评审老师把它优秀的挑出来到能够有3项金牌、3项银牌、3项铜牌到10项佳作的颁发。每一项具有特色的产品，拢是学生用想象力甲实作力去创作出来的，成果多元丰富。借由核心产品的发表会，嘛互较侪产业界人士会当了解核心即卖新发想，来达到行销的目的。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乌阴，有时侪云，短暂转好天气，温度23度到28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5月24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